各位，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婚前協議。簡單嚟講，婚前協議就係一對即將結婚嘅伴侶喺結婚之前就佢哋嘅財產同埋其他相關事宜達成嘅協議。咁究竟喺香港咩情況之下會建議考慮簽訂婚前協議呢？首先，如果其中一方或者雙方喺結婚之前已經擁有相當嘅個人財產，例如物業、股票、生意等等，婚前協議就可以清楚列明呢啲財產喺婚姻關係結束之後嘅分配方式，保障各自嘅權益。其次，如果雙方希望為未來可能出現嘅財務問題，例如撫養費嘅安排，預先達成共識，婚前協議都可以提供一個清晰嘅框架，咁樣可以避免日後一旦不幸婚姻破裂，因為金錢問題而產生不必要嘅爭拗。另外，如果其中一方曾經有過婚姻記錄，或者雙方嘅經濟狀況比較複雜，婚前協議都可以幫助釐清責任同埋權利，減少潛在嘅風險。咁一份有效嘅婚前協議通常會包含啲咩內容呢？最主要嘅當然係關於雙方財產嘅分配，包括婚前同埋婚後嘅資產。另外，亦可以包括關於配偶撫養費嘅安排等等。最重要嘅一點係，為咗保障雙方嘅權益，建議準新人在簽訂婚前協議之前，各自尋求獨立嘅法律意見。總括而言，雖然婚前協議聽落好似有啲敏感，但係佢嘅好處其實都幾明顯。佢可以為準新人提供一份安心，保障雙方嘅財務安全。萬一將來有咩變過，都可以有一個比較清晰同埋公平嘅解決方案。葉謝鄧律師行喺家庭法律方面擁有豐富嘅經驗，我哋嘅律師團隊非常樂意為你提供專業嘅婚前協議諮詢同埋草擬服務。我哋會以專業同埋保密嘅態度，了解你嘅需求，為你度身訂造最適合你嘅婚前協議。揾律師，揾葉謝鄧。